嗱，咁其實咪問，可能要痛苦，要不捨，要煩惱，嗱，要嘅見節講識下啲。詩篇記88第5節，在我不捨當中，我謝上帝，我求上帝，我禱告給上帝，上帝答應嘅，上帝答應即加係個不捨求嘅，謝嘅，佢個脫脫一切嘅痛苦，一切嘅煩惱。詩篇記88第6節咁樣講到，我唔係尊，唔係驚，因為到上帝獻大我，上帝給我同在，人類冇本事讓別人對付我。但係呢，因為詩篇記88第7節咁樣講到，上帝給我同在，上帝幫持我，我看我嘅敵人攏總一天嘅輸hết，敵人嘛嘅呢？就係唔係講人類嘅方面，自己嘅敵人就係講到，就寫暗中嘅看到嘅，也要各樣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各樣嘅煩惱，各樣各樣嘅不捨，嗰啲係自己嘅敵人喺度。嗱，係講自己要樣嘅問題，要不捨，自己求上帝，上帝能夠給佢同在，上帝能夠幫助自己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